爱情亲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。害我将油问来找人帮。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倔强。伊是风，是城市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奇怪，这白粉哪会汉价值？什么咧白粉？迄毒品啦！啊，迄会害人呢。迄一寡歹徒吼，拢利用这啊，伫咧趁大钱。安尼咱爱去报警啊！啊无会搁害死遮侪人诶。我打电话。嘿，妥当诶，袂用诶啦，哪会用咧敲电话？哎呦，秀玉啊，还搁伫伊诶手头，这毋是咧好处理诶，你知影无？啥？安尼手续毋着足危险诶。伊吼是要爱治咱诶钱啊尔，伊目的还袂得到，钱若无互伊，我想吼秀玉啊暂时袂危险。喂，会啦，吼，拢传好啊，嘿，喂，喂。啥？谁卡诶？啊，就掠秀玉啊，遐个歹人卡来的嘛。哼，我想吼，咱袂用安尼点点，坐咧等伊甲咱变高人啦。啊无吼，咱主动来找伊。嘿，大进步，安尼去危险哦。嘿啊，啥诶？因遐歹人吼，一定有假死啊！咱安尼去哦，足危险诶啦。哼哼，放心啦，山林自有妙计。阿刁，你要出来！阿刁。阿刁。人安尼衰嘛，这补啊洗菜瓜啦。你著莫拄着，拄着我拢做死。咱你是咧惊啥？大进步啊！哼，正讲诶，有假包换。哦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我找无阿中，找你也共款。你讲，你阿中迄个小囝藏咧倒呀？什么咧阿中，我根本就唔捌。少年的啊，你转去甲恁大个讲，叫伊将小玉仔甲我放出来。我跟你讲啦，莫讲我啦，我只想要带你转来去阮头家尔，什么要放小妖出来？啊，含我也要带转去见恁头家啊！无唔对。啊，毋着看你有迄个本事啊无？哎，有本事无本事，我试过嘛才会知呢。爱试哦，无若要试你就来个。我未准备好，你著爱动手，无事。啊，爱搁等你准备，无就搁等你困一醒也免。免，一摆。
你要紧，好，我要变你要紧，看枪，嘿，哦，高囡仔，跟我来佚佗，好。好卡仔，走。阿中，你到底是做啥物代志？为啥人要治你的性命呢？我，你到即马，佫毋老实讲。好，惊，我找你找法，我等伊将伊来交涉清清的，叫伊后，后摆要来找你啊。啊，要去找我啦？等我大家咧自找死路，佫去找阿发啦。为啥物呢？秋萍啊，我坦白甲你讲，咧顶一工啊，阿发来甲我尖叫，煞佫叫人甲拍咧。我一时气啊抓狂啊，我敲电去警察局，甲伊抓缴啊。我免来知，阿发所无叫警察抓去咧。啥物啊？这种代志你也做会做？阿中，毋是我爱讲你啦，你只要甲遐人有瓜葛，伊一定袂放你煞的啦。这爱怪你啦，怪你爱跋筊啦。我啦，心肝的，咱莫气干呢，好无啦？我从今摆以后，我绝对要改掉，无跋吼。改8摆啦，改。你每一改讲要改，是倒一改改会成？心肝的，秋萍啊，我就说，我真是要改，我绝对要改，吼。真是嘞，嘿，真是要改。是啊，你这个代志变啊遐大条，你想要搬，我无机会通搬啦。阿弟，我甲你做伙，一点安全感都无咧。心肝的，若讲咱踮这个所在，这无安全。等若文良的财产若跌到手，我带你来国外，迄才是安全。你家己性命顾袂去，还是讲要得文扬的财产？得，你无听讲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你若相信我，我阿中有信心，哈哈，心肝安，哈哈哈哈。你卖过来！你卖过来！你卖过来！你免惊，你给我过来！你给我过来！我要翻救人！你免遐激动，今仔我领你来是不得已。那安尼，你紧放我走好无？我求你，你紧放我走啦！放你走是。等大金婆若出面，我自然就放你走。大金宝啊！无毋对，你好我都真晓，我自然会叫人甲你照顾。我不爱，我不爱，我即摆就要走啦！我即摆就要走。对，大真好啦。是安怎？我拄着大金婆啊啦。大金婆。叫你找人，你人甲我找到，叫你送人，一寡回答送到。你即嘛是你创啥话你啊？安怎？你家己好好想看，最近每项代志你甲我谈下啥个？啊？你哦，几时包包夹好啦？对。较早我是看你会看的，我才会叫你来我身躯边，结果你实在互我真失望，你知无？毋是大爱讲，我嘛真希望讲你有一天亲像我安尼。好啦，你内底好好想看觅。好啊，秀啊，你就唔好搁哭啊嘛。阿爸，你带我走好吗？你带我走啦！啥物代志拢好参详。那这阵我无办法啦。我拄则叫阮大个妹尔，我无想要无代志找代志做啦。我尽量帮你斗相工啊。我不爱了，我即摆就要转去，我即摆就要转去啦，我即摆就要转。你这是咧好为难嘛？
恁两个伫咧遮拄好，陪我来啉一杯。袂使，大阿叫两只个人，我哪会当离开咧？是啊，啊万不伊若人走咧。哇，恁两个安尼真无够意思啊！哎，阿芳啊，哎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我看你来拄好啦。我讲要请啉烧酒，你来拄好，陪我啉两杯。哎呦，我都有代志要甲你参详者。你知影为怎样所有兄弟拢不爱做？人即马大岁啊，人臭屁啊啦！我讲，我请啉烧酒呢，无要插我啦。想无啦，你是咧臭屁啥？阿芳，咱是好兄弟啊，所以我才要坦白来讲。其实遐个话胖，你会嫌伊上当。我嫌伊同当。啊，你是讲得对啊，哪知影做啦？阿芳啊，我已经甲大家参详过，只要你将遐话交出来，大家共款，甲以前共款按互你。我明明也爱放在粪扫桶内面啊，是安怎到即马你拢无要相信我？我事实就对大个，到即马无讲老毛苦劳啊，我是凭啥物要吞这个回来啦？阿芳，有无你家己心内有数？爱问你家己啊。我家己，我是安怎的？你就要相信我？我会问大个。阿芳，阿芳，等下。原来无后，还阁有一个大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到即摆我无要相信我？我为你拼命遐多年啊！敢讲我来比命，我你即摆白混是不是啊？好啊，你若无相信我，你若无相信我，你是怎么拍死啊？你即摆是甲谁讲话？你嘛就当我这大个，我若无相信，是安怎后来我要叫你送？大个，你真是相信我？大个，我真是无对唔着人啊！拄只。阿爸，我有人讲这件代志你好啊办，莫我想。大个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好，你即摆带两个去准备。好，行行。阿爸，这是你家己厝的，你也袂使怨咱大个。大，你真是叫阿芳要搁再送的，安尼敢无？好某是我家己想的。听讲你顶回带倒来迄个查某，是真慷慨，查某囝遐。无唔对。那呢，伊就拿过来1000万吼，我要爱3000万。啊，大金宝，阿呆，啊你1000万有准备好啊未？拢准备好啊，打，伫遮。哎，准备好就好。来，咱进来去行。三，你真正摕钱要叫我秀瑶转来啊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三个吼自有拍算，行。三，这1000万嘛无够啊！啊，是安怎会无够？你还派人知影秀瑶是偷甲因查某囝，伊怎啊要爱3000万啊？哈，3000万？吼，这个吼实在是有影，有够贪心的啦。大金宝，啊，他到底是要安怎啦？哼，这个人吼软土深骨啊，我绝对袂当互伊食好。
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嫁翁也陪。阿芳，你是咧搞装啥哟？竟然有这个假的老骗！出门来！阿芳，生理用，我真是唔知哪会安尼啦。卖他妈假！有知道你在这开枪啊？开枪啊！阿芳，你搞会去？这边小我就吹到，走！那就冲上你！ 别过来，走！对。细致点呢？放心啦，无问题啦。去。哎！阿爸，你们坐下。小呀。 小啊，行，即摆让我走。阿爸，你怎？有代志慢慢讲，放落来，看讲。你知我参加也袂讲话袂？看讲，这是我大代志。你莫管，你我过，我过。行，出来。 过去遐尔啊照顾我的份上，我无爱计较。即摆你我带小我走，我唔带。为什么你要安尼逼我呢？这是你家己做来，是你不忠，唔是我不义。你若要做了回家食了没有？我无食了回，为什么你又唔相信我呢？敢讲我来比袂过你一包包安尼白粉是不是？你莫逼我！ 你我带小雅走，小雅，来行，起来，带小雅走，我即摆就互你两个同齐走，去第二个上位。等下，大金婆啊！大金婆，救我！大金婆，大金婆，你即摆就用小雅带走，啊若无，我请你要死！ 我是要救小雨，我走的啦。你要救小雅啊？啊要救人怎讲？警察先生，你哪来哦？歹人甲你也是歹人。
我去，三，你咧做啥？拢嘛是你呀，假熬，后人掠菜啊，搁咧讲大路呢。我知。红衫滚头嘛比过嘞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。哟，好。喂，啥人呢？有分无？几少？我无食薰啦，阿呆有啦。我有啦，看到你哦，救小玉的份上，一支互你，莫讲一支，规包拢互你嘛无要紧，哈。小玉，这是歹路唔通行，我到即马才开始咧晓。知影毋对就好，希望你出来了后，会当好好重新做人。会啦，较输有机会来讲。无机会啊啦，贩卖毒品，迄判活重刑，你知无？你永远无机会啊啦。对唔对啦？你假暴你，遐搞。你莫听阿呆伫黑白讲，你吼若是好好去表现，这个法官一定会互你机会重新做人的啊！吼，放心放心。讲就是安尼对安尼对。啊，代志已经过去啊吼，咱唔免惊，唔免惊，啊！大进步剧情愈来愈精彩，应观众朋友再三要求，大进步串江湖续集正在筹备中，特别向全省各地乡亲征求地方故事，凡是有忠孝节义、乡土奇谈以及地号名由来，请你赶紧来批甲阮通知，来批车价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，奖银制作公司收就可以。阮有准备精美的纪念品，要来赠送予你。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大进步串江湖。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，也是对袂